咱台湾各县市伫十五即天开始甲老大人注意风险，家己关85岁以上时段卫生单位有列名单，总共有9000多人登记。家己市的部分因为85岁以上的老大人无到5000人，今年放年到83岁有3700多人去登记。医护人员带已经注好的时段离开，另外一边医生嘛无用咧特别注射时段评估身体状况。今仔日家己县市时段注疫苗。下早啊开始，各地接种站拢有真侪时段来现场准备。出去也不知道会不会碰到什么，对啊，那如果施打的话，多一层保障。那现在还是会有那种确诊的人，他的打疫苗还是会确诊，而且他现在只有打了1剂，对，还是会不是很放心，因为这中间会发生什么状况，没有人知道。家己市提供4500栋疫苗，予85岁以上的时段来做，但是因为市内85岁以上的人数无遐尼济，所以修正到83岁，总共有3700多人来登记。家己县登记要做的人有9000多人，为着要减少等待的时间，医护人员现场部署设备来服务时段。有一寡没有在嘉义县涉及，但是住伫嘉义县的老时段，我们也允许他们可以打。那还有一些临时原本说不要打的，后来又说要打。那我们在疫苗量够的状况底下，我们也是会接受大家可以施打。是互因自助的感觉较安心啊。嘿。家己市为着鼓励时段出门注疫苗，有补助车主请客人车来接送。家己县针对一寡住较偏远也阁行动无方便的时段，嘛有到处注射的服务，希望透过群体注疫苗的保护，降低疫情的传播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